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台南购物节哈。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非常高兴、开心的心情迎接我们台南购物节即将展开。大家想想看，去年的这个时候，从10月中旬开始，一直到12月底，总共2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创造了20.8亿的消费佳绩。但是呢，我们今年从7月15号提前开跑，一直到现在，就已经创下了30.5亿的这个销售记录，而且今年的登录的门槛比去年高，因为今年要200块以上才能够登录。那我们也要在这边跟各位报告，台南市政府要这个提出来的第2项头奖，也就是第2户房子已经找到了，所以说我们确定不会跳票，市长也确定不用跑路了不是市长也确定可以这个把他的诺言实践了哈，所以说我们很谢谢各位。那在未来的2个半月，我们还要继续往前冲，希望能够冲至少要超过45亿吧，那这样子，那能够创造让这个今年的台南购物节搭配3倍券的商机，能够画下一个下半年的一个圆满的一个销售佳绩，跟画下一个今年的下半年的一个惊叹号。那也谢谢各位，希望大家来台南，下半年的精彩讲不完。我们除了这个礼拜6日，也就是17号、18号有蒸汽火车头之外，到11月还有意外开箱惊喜那接下来到12月的跨年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的这2个半月是精彩灿烂的台南购物节，欢迎大家来台南。因为房子现在大概还是会坐落在南科区在南科区。那上一栋房子在善化，这栋房子在新市，所以说基本上都是 OK， 而且房子会在11月就 OK 了那现在已经积极在做最后的装潢工作，而且那栋大楼跟各位报告，那栋大楼我们这不是要做行销，因为那栋大楼已经完售了所以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行销借着这个参加台南购物节行销，人家纯粹是为了让刺激各位来参与台南的这个商机无穷的抽奖那车子的部分我们还有第2部车子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努力的目标是电动车，不过现在还没有8字都还没一撇。那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的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最好最满意的结果。希望其实大奖都有啦，但是小奖就是讲不完所以说希望参加的人都能够有最好的机会。那目前为止，我刚刚提到这个参加抽奖的人已经突破30.5亿了那这个部分是已经超这个前所未有的佳绩了。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再加把劲。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咱中央为着要来振兴咱的经济那么来推出的振兴3倍券。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嘛配合咱中央的这个政策咱嘛来推出的这台南好礼月月抽那么咱的乡亲朋友，你摕到发票是不是已经去登录啊如果你若去登录的话，无听到你有得奖啊啦那么马上咱台南市政府还有这个台南购物节台南购物节要来做一个 ND 啦那么这个台南购物节在这段时间已经开始咧这个起跑了那么咱的乡亲朋友在这嘛要甲你提醒如果你的这个发票还未去登录的话，赶快去登录因为咱的这个购物节内底有准备真多而且呢真丰富的这个奖品甲礼物啦那么咱今仔日呢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咱萧夫人副局长，要过来甲咱的乡亲朋友，甲咱购物节一寡细节讲较详细咧。副局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萧夫人。是讲到这个购物节进前，咱先来讲这3倍券啦咱3倍券从7月份到今嘛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听说这去登录的人哇，好像很热烈啦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这个状况。是这个因为疫情配合中央来释出
3倍券哦。那我们市政府当然来推出很多的一个措施，包含让整合让市政府的资源推出食宿型爱游购另外同观众朋友，咱听众同关心的咱的好礼月月抽活动这个好礼月月抽只要消费满200块，就会使来登录抽大奖进抽奖的那个登录的一个发票金额已经突破35亿元。35亿元，哇！那么我知影就是讲咱的购物节当然不是今年较有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购物节当初他们咱市政府是安那有这个购物节这个动机？其实对商业的发展福德，阮是全方位来做啦包含咱由小到大那我们小的一个部分就是咱对店家。我们先来针对店家有一些特色的一个打造，包含一些商标啦，另外还有针对产品的一个开发，另外还有品牌的一个打造，甚至对服务品质的一个提升包含咱所谓这个第二语言的那个菜单，还有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教育训练那在中的一个部分，我们透过区域的，就是咱一寡商圈开发新的一个商圈，或者是来强化咱商圈的一个辅导进目前咱今年都各有7个商圈成立所以台南进从原来的一个22到现在有29个商圈伫咱年底的时候，咱也知影真济百货公司伊拢有一寡连结的一个促销活动岁末的一个特卖会让商圈。其实也都会有一些连结的一个主题活动甚至顶礼拜万圣节或者12月会有的一个耶诞节、跨年，一连串很多精彩的一个节庆所以我们特别来整合咱一寡资源，来整体做一个行销来杀出咱台南购物节这个活动特别购物节其实从18年就开始发动那。100年，咱的营业额是5亿，来突破到10亿、15亿、20亿。去年108年是20.8亿不过我们咱针对进杀出去的发动的好礼月抽活动，到10月31号已经突破35亿元。这边写45亿。对所以阮希望讲，这届到年底的购物节。咱会使达到45亿这样的一个营业目标啦，这样的一个目标是。那么哈多咱副局长有讲到咱就是整合资源啦做伙行销。有当时咱一间商家咱台南市家人侪间啦上百家、上千家、上万家啦那么如果个人家己去行销的话，总是那个力量是比较弱啦而且这个好像咱像哈多咱副局长讲的整合资源嘛有当时靠着咱市政府的这力量帮咱家的商家在媒体上去行销总是比你家个人去开这种广告费是安那那个效率都大好几倍了那么很多咱有看到这个成长图就是每一年都在成长，表示讲咱市政府在这方面，咱真用心在帮咱家的商家希望讲把咱的这个经济给提升那么讲到这个购物节，很多咱副座嘛讲已经有这侪当的这个历史啦那么在今年啦咱2020的这个购物节那么因为佮搭上这个3倍券搭上这个3倍券，当然我们的商机咱的营业额会更加的提升啦那么是不是简单甲咱乡亲来介绍一下咱这个购物节时间，还有咱购物节这个活动内容，好不好？是所以今年咱的购物节咱甲各位做说明的，要整合所有的资源今年我们设定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讲来打造、营造一个讲，让咱的消费朋友、咱的乡亲走到哪里买到哪里，全程购物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咱会整合包含咱29个商圈，还有观光工厂咱的观光工厂拢总共有24间全国第一的另外我们的一个伴手礼协会，还有我们1200多家的一个
那个百家好店、金赞好店，另外还佮加咱的百货公司、卖场，甚至饭店，大家共同来行销吼。今年设出的计划其实有5大的一个计划内容吼。第一就是咱延续咱的一个迄个抽奖活动现在突破了35亿了所以也特别跟3倍券还有这一次购物节来做一个结合所以咱针对抽车子，咱嘛来扩大到2台车房子我们也提出2组2组2个名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目前登录发票，我们是可以抽双房双车第二个就是台南咱线上购物，咱加电商平台来做结合这个部分就是跟3大的一个电商平台的龙头，包含PC Home、Momo， 另外还有赖购物这一些来整合在一起，让商品透过网络来做一个行销第三，咱来设出迄个台南散步购物游乐的一个地图咱用手机就会使真简单来台南来做一个佚佗这个部分咱会收集包含咱一寡甜点、小吃、牛肉汤、肉燥等等的一些不同分类的一个地图第四咱来整合所有的资源来办理22场大型的一个促销展销活动第5个咱来办一个到活动参加活动打卡或者是照摄影拍照上传就可以抽奖的一个活动。是。那么拄啊，咱副座有讲到咱这个购物节有经过像这万圣节啦圣诞节啦还有跨年这些节庆的活动那么有当时呢，这个百货公司其实因到这个过年这时阵因都有一寡家己的这个活动咱一般啦乡亲有咧外口购物的人都知影那么除了讲百货公司啦、卖场啦还有一寡商圈还有一寡这个店家以外咱的饭店业者还是讲一寡这生意人他们都想要借这个活动会当炒热因的这个经济啦他拄咱副座嘛讲到咱要营造这种走到哪里买到哪里的这种全程购物啦，就是规个台南市买套套啦那么咱这个活动以外还有一寡的户外活动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咱设出结合一寡百货公司、商圈卖场，咱总共设出22个活动这22个展销会，我们是几乎从10月份起，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说打造一个让活动是周周不断、精彩连连那包含咱10月31配合万圣节伫咱成大、海安、赤坎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个孔庙办活动了这特别对这个活动给各位做一个介绍，只有每一个活动加这几个商圈办的一个活动都相当有特色人潮其实也蛮多的但赤坎商圈我这特别讲，赤坎是今年它成立的一个商圈这也是他第一次的一个办理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恰坎那虽然也是在万圣节来办了不过他特别来结合到咱地方地方的一个文化特色因为在咱台南庙宇是密度是最高的咱恰坎其实也是在宗教的一个圣地所以特别来结合地方的一个特色来办理一个赤坎澎湃那个万神节这个活动那透过庙宇的那个众神的祈福，还有表演，另外还有脸部的一个彩绘这个活动是真有意义那另外也来打造透过万圣节这个元素，让针对咱的双层巴士来打造万圣节的一个元素来敲定所有拢是一寡万圣节变装咱的乡亲来参与
那伫咱各个点，包含成大、海安咱台南市安尼来绕行，跟民众做一个互动所以这嘛真有意义，就是讲，就咱较早针对相关的活动是讲单一的一个商圈的一个活动，透过这样子。把它整体做一个串联，让商圈更多的一个互动，那也更多的一个合作特别10月了，进11月11月其实大新营的一个嘉年华，还有咱嘉义购物节嘉年华，另外咸水意面节，这嘛拢已经喺规划12月来讲，咱在耶诞甚至跨年，所以也有一些耶诞跨年。很多的一个活动特别在耶诞的时候，咱的百货公司有他们的一个周年庆外就包含咱的迄个远东南纺，甚至星光三月，其实也都有耶诞点灯安尼的主题活动了所以来为正开始。到咱的年底，其实台南针对商业、商圈、商业的一个活动，真的是精彩连连，来邀请各位咱共同来参与。是啊，因为咱是多元就是讲有的人喜欢逛那个百货公司，有人爱去逛夜市有人爱去商圈搁来咱就是配合咱各地方像多咱副座有讲到新营嘉义满岛很多的商圈他们都会有一些点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他住在那个附近你讲要叫伊入来起来，是讲你去较远的所在，他可能也不太习惯第一可以走得到的地方，还是讲他方便的地方，他就可以去购物那么这就是搁有人像信心的人就我们可以去庙宇所以咱就是配合每一个人伊的个性，还是讲伊的习惯还是讲伊的这个生活周遭互伊方便购物那么咱就是这个这个购物以外，因为咱实体店面说实在的，你讲像百货公司商家啦，还是讲夜市那种实体店面，大家拢很容易就可以接触得到。但是今嘛有的人比如讲有的人可能不是住在台南，他也是讲一寡少年人，他习惯用电那个网络购物啦所以咱今嘛有这个电商的这个平台那么在这方面是不是咱副座介绍一下好吗？好，其实电商平台宅经济这本来就是时代的一个趋势啦不过这届因为疫情。互咱发现在网络购物的部分，咱必须要来提早布局所以市政府其实伫这届疫情，咱就来杀出宅经济咱把一寡台南的一寡优质的一个店家咱含南纺购物平台，另外还有 City Pass。咱的都会通，另外还有邮政商城来做结合，伫遮的购物平台来打造一个台南专区这特别针对结合这个购物节，咱个扩大那除了既有的一个平台，咱个含现在台湾的一个电商3大龙头平台来做结合，包含咱的 PC Home，还有赖购物，甚至 Momo。加起来结合，那目的就是希望讲，咱台南优质的一个商圈，优质的一个那个商品，使有更销售更的一个通路更扩大另外也更有商机这个部分安尼来讲，咱的消费朋友可能因为时间上，或者是无法度来到咱的台南透过网络。不受时间也不受地点的一个限制，就可以很轻松的来消费咱除了来家里这个平台了，咱嘛有一寡促销方案比如说伫10月份迄阵嘛来办理咱防疫英雄面的一个促销活动几乎是下杀到4折，而且还买1送1，所以每一个。每一盒面几乎都是打2折所以透过这个促销活动的朋友，用真要紧咱伫11月11
陆续会规划很多的一个促销活动。讲到电商啦吼，也是讲咱即摆吼，大家吼拢网络很快啦吼，大家拢有一个手机啊，所以有当时啊，你也突然间想要食一个啥物物件，还是讲要买啥物物件，有时候你不知道这附近到底有这家店无吼，你就是赶快网络去搜寻一下，哇，就跑出来了哈！你踮那附近，你也当去上面所在买了哈。那么咱台南市政府最近好像也配合这个这个用手机去搜寻咱讲有一个台南购物这个散步购物玩乐地图我在想咱一般好像第一次听到，不太了解，我们介绍一下嘛。好，其实电商平台的部分包含咱网络咱迄个啥所谓购物的一个地图这两个部分来讲，其实拢希望把咱台南优质的一个商品来推广出去啦特别伫电商平台的部分因为早期咱的一寡店家，伊也要上这一些平台，他必须要给这些电商平台来洽谈、签约，甚至要缴交所谓的一个开办费、上架费、平台使用费其实对因来讲是很耗时所以市政府特别伫这个活动来结合，由市政只要咱的店家有兴趣加入电商平台，由市政府来帮这些电商平台来谈。另外，刚才我所讲的，上架费、使用费，另外平台的一个使用费、开办费，这由市政府来负担。所以只有兴趣要加入咱迄个台南好物电商平台，拢会使和市政府来联络另外针对所谓咱的网络地图来讲我们嘛希望讲把这一些优秀的一个店家，咱甲整合做伙，互咱的民众、咱的消费者，只要用一台手机，就有法度轻易来查询相关的一些店家的一个资讯阮特别阮会建几个不同类型的地图包含咱的所谓甜蜜地图，把咱的一寡甜点包含布丁啦，另外还有一寡饮料，能够把这一些资讯收录起来另外咱包含小吃咱美食之都、美食小吃的地图把它整合起来。另外牛肉汤个咱台南包含伴手礼，还有很多1000多家的一个金钻百家好店，那么设立金钻百家地图特别现在最夯的一个这个肉燥饭咱嘛建立肉燥饭的一个地图含一寡现在有一些作息人暗时要吃宵夜的咱嘛把营业到深夜这样的一个深夜食堂的一个资讯来建起来所以透过这个地图，你用一个手机下载这个 app那直接很简单的会使来搜寻台南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个优质好店所以赶快咱民众只要咱的店家有兴趣，只要跟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来联络，我们会免费为大家来刊登。那么咱这购物节还有一个活动的是摄影比赛这个好像也是这一次有新的活动进来。介绍一下。对刚才我为各位来报告咱这届来结合包含我们的一个百货公司、商圈，还有我们的一个观光工厂、饭店伴手礼协会，总共有推出22个展销的一个活动只为10月到咱的年底每一周都有精彩的一个活动那阮嘛希望讲，咱的观众朋友会使来参与嘛会使来拍照，来留下记录所以咱拢总有伫今年度会踢出2波的摄影比赛活动那第一波的时间就是伫咱的10月到11月，这是第一波啦那只要讲伫咱的活动刚才我所讲的22的活动，甚至未来更多了在活动内底，你伫看板来拍照，上传到咱台南购物节的 FP 就有机会来抽大奖阮今目前来规划第一批咱的大奖是一个 iPhone 12的一个手机12月所杀出来第2批的大奖可能是苹果智慧手表那除了
这样的一个大奖的一个抽奖活动外，另外，咱嘛针对这一些上传的一个相片哦，有一个人气网的一个比赛哦，只要哦你是按赞的一个人数是同齐，咱再加码赠送哦1000块的咱电商平台的一个购物金哦，所以10月份啊，当初咱顶礼拜无参与的咱的一寡听众朋友、一寡朋友来讲吼，咱11月哦还有很多的活动，包含11月7、8哦，再打咱11月7、8，正个要有一寡11月8号的有咱亲子市集的一个活动哈，那11月10号嘛有咱购物节的一个活动哦，另外21、22嘛有家里购物节，那21号有肉燥饭的一个争霸赛的一个活动哦，所以咱是每一场活动拢有一届的机会会使来上传咱的相片哈，所以上传愈多，咱得奖的一个机会更多了哈，所以来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参与。那么这个因为咱第年初开始就有这个武汉肺炎啊、新冠型病毒的这个疫情所以连带影响足侪商家伊生意有的像你讲餐厅就好啊他伊个上专餐厅拢无人去啦那么有一个这个时阵呢，有的人也要转型啊，因为餐厅无人去，但是伊若有比如讲用外送伫这个时阵然后变成一个转型的这个机会啦那如果转型成功的话，以后不管讲民众要去餐厅食，还是讲要外送都可以那么市长嘛有讲啊，伊讲这疫情关系互咱的经济转型是一个良机啦那么未来咱对着这就是讲一寡新的这个活动，还是讲有一寡新的计划，是不是咱副座嘛，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其实对于咱的商业的福德，这是市政府应该是要持续性的，而且是延续的所以不管咱是针对店家的小到店家，或者是到商圈，是咱台南市整体的商业的发展，其实咱市政府也会继续来努力来辅导来协助那我希望讲透过既有的计划来延续，甚至有一些推陈出新持续创新来做一个辅导这个部分是阮后日来会继续来做拍拼的所在。是，最后咱局长、副局长搁甲咱做一个结语，好不好？是台南购物节这个杀出来的活动包含咱也结合线上的一个购物，另外还有所谓那个手机的一个 app 让消费者更方便来台南来消费，或者是线上的一个购物了另外杀出一个抽奖的一个活动特别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只要为7月15到12月31日在台南消费满200块就可以登录来抽大奖。那我们现在的一个大奖已经结合台南的一个购物节现在的一个大奖是房子有2个名额，汽车也有2个名额，所以到年底要购物将不到2个月的一个时间来邀请咱的乡亲尽早来登录，也能够尽早来消费。是，今仔感谢咱经发局副局长消务人局副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购物节这个活动啦伫遮呢嘛要来提醒咱的乡亲你的消费那满200块未去登录的人，赶快去登录哦！有2栋房子呢等着人去抽啦那么今天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乡亲讲，我们下次见哦。